继续来看中盈集团的创办人张英发，10年前过身，伊的遗产到今是大起5倍，超过1215亿。伊的子孙是继续咧争这个遗产。商务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最近已经领到来自中盈巴拿马国际海外现金股利高达649亿。后一步，伊要继续来争取到老爸的遗产甲股利。下步，伊是亲身到家庭遗产的家属庭来出庭。其实最大的挑战就在色彩的调配。精心小改新考察的飞龙机，商务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参加全球彩绘飞龙机大展，如今这样遗产嘛有大进展。COVID-19 疫情时，真济海运公司保存通乡，全球航运继续大起。中盈集团的巴拿马中盈国际因为海运业绩大赚，10年来拢总发103亿的美金现金股件。张国伟持有2成股份，赚20.6亿的美金，换做新台币差不多649亿。不过另外一个目标是800张英发的遗产，国内公司的现金股利含减资款都付161亿，海关差不多800亿，搁再加上也未换现金的中盈航空和海运等股票，总资产就超过1215亿的新台币。若是今麦就来分配，张国伟队长摕到700亿。委托律师团他们去处理，他们有什么主张或是他们有什么想法，基本上我都尊重嘛。因为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张英发的遗产虽然逐工拢得得起，不过嘛是真歹分。多数遗嘱执行人已经完成遗产清册整理和读税，所因为离邦的窃盗黄金案和遗嘱保护官司，和大邦和离邦拢无共识批分财产。今仔日中英家族的遗产，张国伟会继续亲身出庭打官司。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